總寫字樓調過嚟嘅。咁其實頭先阿曾議員問嗰樣嘢咧，我哋喺較早前即係1個星期前咧已經同管理委員會就商討過，亦都分別咧由管理委員會問過我哋康翠台嗰個常務法律嘅顧問，我哋自己富城咧亦都問咗我哋自己公司嘅法律部門。咁除咗做咗呢2樣嘢之外咧，我哋亦都約見過裕基公司，即係做一個非正式嘅溝通。因為其實裕基公司咧，亦都已經知道咗我哋有呢個大會嘅。咁坦白講，佢自己亦都心中有數，知道係咩情況嘅。咁我喺度未有結果之前，我就唔講啦。咁但係大家咧都談論到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今日通過咗由出席嘅業主去議決，係終止咗呢個裕基工程顧問公司嗰個顧問合約咧，咁大家雙方面嗰個責任去到邊度咧？無論係法律責任或者係經濟上嘅責任咁樣。咁當晚咧就係傾到咧，裕基咧係同意咧話，我哋如果今晚係議決咗，係通過話終止佢嗰個顧問合約嘅咧，我哋俾翻封信佢，咁佢咧就會係接受我哋呢個終止合約呢個安排嘅。咁呢個終止合約安排咧，就喺合約上面咧係唔需要賠任何嘅經濟上嘅錢俾佢嘅。即係嗱喺第5項嘅議決，如果我哋更換顧問公司，我哋只係唔需要負上任何法律責任㗎。梅經理，你簡單答俾業主聽就得㗎啦。梅經理，你答埋俾佢聽先啦。喺第5項嘅議程。因為咧點解咧？好多人我知道，喂，下低唔會上嚟㗎啲人，我就要講翻俾下低嗰班人聽㗎，所以我陣間可能係我喺下低主持啊，啲人會上到嚟投票，因為你睇後面已經爆晒，下低仲有幾百人喺度啊，所以我問2個問題啫，你唔會正式答，我係推翻咗嗰個承辦商，我哋有冇法律責任？我係推翻咗嗰個顧問公司，我哋業主使唔使俾法律責任？因為最近有張單張咧就話驚會明星事件出現啊，又會法律訴訟沒完沒了。你要答咗呢2個問題，人哋先夠膽投票啊，係咪啊？因為法律嘅責任，我哋應該揾律師答我哋嘛。好啊，揾律師嚟答。我交個咪俾我哋今日嘅趙律師。各位業主大家好，咁就頭先曾議員咧，其實就講到關於係2個嘅法律責任嘅。第一個咧就係同呢一個建築師啦，或者嗰個顧問咧，就係裕基嗰方面嘅法律責任。第二個咧就係同承建商嘅法律責任。我相信曾議員所指嘅咧就係即係將來會做呢個工程嗰個承建商嘅責任。嗱，首先咧就住裕基嗰方面咧，就其實咧就係早幾年咧就係法團已經同佢簽咗個合約嘅，咁但係嗰個合約裏邊咧就係容許咧就係有2個情形之下咧就係取消個合約嘅。第一個情形咧就係雙方面即係業主呢個法團方面或者裕基方面都可以咧以2個月嘅書面通知去取消個合約。咁呢一個做法咧就不涉及話有冇話違約啊，或者邊個做啱做錯嗰個嘅問題嘅，只需要2個月通知咧，就係通知咧就可以生效去取消個合約㗎啦。咁而喺呢個情形之下取消個合約咧，咁其實衍生咗啲咩責任咧？嗱，佢嗰個合約裏邊就有講咗2樣嘢嘅。佢第一樣嘢咧就話有一樣嘢叫合約終止付款方案。佢就咁寫嘅，有關合約終止付款方案將根據合約條款所示。咁但係呢一個合約終止付款方案咧，我睇勻成個合約咧都冇提過嘅。咁似乎咧就係即係冇一個喺個合約裏邊冇提供到話有咩叫合約終止付款方案。咁所以咧，我唔相信呢個咧會構成一個責任。第二咧，佢嗰度亦都講咧就係話咧，建築師即係裕基咧，將根據已提供之服務及合約內收費方式之階段，向立案法團收取階段之費用。咁呢個簡單講咧，就係話咧，其實咧就係話佢做咗嘅嘢咧，佢係有權咧同法團收翻錢嘅。
咁而合約裏邊咧亦都有分階段，每做到邊個階段咧，就係收幾多錢咁樣嘅。咁如果係終止嘅合約咧，當然咧佢係可以根據佢已經做嘅嘢，根據個合約咧係收錢啦。咁呢個咧亦都不涉及話賠償定唔賠償嘅問題，而係即係合約上佢做咗嘅嘢，我哋要俾錢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如果係根據呢一個4.17取消嘅合約，以2個月書面通知嘅話咧，就係、法團要負嘅責任。咁第二個情形咧就係、違約啦。咁當然啦，違約有冇違約咧？咁我相信喺現階段，我自己就冇任何資料啦。咁所以就即係除非有業主想知道有咩違約嘅情形，否則咧咁我亦都認為唔需要喺呢度詳細再講啦。咁違約當然就係另一個問題啦。咁但係即係除咗違約以外，我哋可以係用嗰、個即係2個月通知嘅情形之下去取消合約。咁第三個情形咧，就係、其實咧，即使合約冇講咧，當然好明顯，雙方如果都同意嘅，合約雙方都同意嘅，咁可以用一個協議嘅形式取消嗰、個合約啦。咁但係呢個做法咧，即係當然係要你情我願先得啦。咁呢樣如果大家即係聯合法團要用呢個方法去取消合約咧，就需要同預機嗰方面咧就即係要詳細去傾點樣，有咩善後啊，或者咩需唔需要賠償啊嗰啲咁嘅問題。咁既然已經有一個2個月通知嘅情形之下可以取消合約咧，咁我相信呢個亦都未必係需要再去研究嘅問題嚟嘅。咁呢個就係關於同預機嗰方面嗰個合約嘅問題。至於同嗰個承建商咧，咁因為上次即係我呢度同大家講咧，嗰、個標書方面咧，我哋律師樓就冇涉及過嘅，即係我哋冇掂過個標書嘅。咁我自己只係有一個初稿嘅啫。咁但係個標書最後出嚟嗰個版本係點樣咧？我冇嘅，我亦都唔知係點。